現年29歲嘅音樂女神可兒，因為做中年好聲音評審，人氣急升，最近俾網民喺網上考古，引起一陣討論。有網民喺 Threads 放咗幾張2019年嘅相，圖中佢住灰色貼身短裙，身材纖瘦但曲線玲瓏，整體打扮同而家精緻嘅女神形象有出入。有人好奇係唔係真係可兒？面對突如其來嘅考古，可兒大方回應：嚇死！不過我以前返學嗰陣，再樣衰啲嘅 look 都有。佢坦率態度獲得大量好評，有人留言大讚，亦有粉絲話女大18變，好正常。其實可兒已經唔係第一次俾人討論外貌。早前佢做中年好聲音3評審，已經有人揾到佢2014年17歲嗰陣嘅演出片段，當時膚色較黑，仲有一排哨牙，同依家個樣都好唔同。好多網民為佢平反，話箍牙同埋化妝技巧可以令外表有好大改變。除咗佢真誠嘅態度獲讚，舊相入面展現嘅導彈級身材同樣令到網民震驚，有人直言讚佢身材好到令人唔好意思直視。女高音歌唱家陳可兒用可兒呢個名出道，作為90後嘅佢，年紀輕輕就成為中年好聲音3嘅評審，表現大方又專業，完全唔怯場，為觀眾留下深刻印象，仲喺觀眾圈中被封為音樂女神。陳可兒13歲時已考到皇家音樂學院嘅8級鋼琴同埋8級聲樂，成績優秀。14歲嗰陣就喺第11屆香港亞太區鋼琴大賽奪冠，仲喺香港校際音樂節拎過超過10次冠軍。佢唔單止喺香港演藝學院音樂榮譽學士學位，仲喺倫敦皇家音樂學院讀完碩士，真係才貌雙全。